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日是12月15，箴言3章7節到8節安尼講，毋通家己看做智慧，着敬畏耶和華，離開歹事。這會互你的身軀勇健，潤得你的筋骨。三甲來祈禱，要互阮身體勇健，潤得阮的筋骨會天白。阮感謝你，主啊！感謝你賞賜阮無窮無盡的慈愛甲恩典。感謝你賜落予阮困難中逐時逐刻的幫贊。主啊！你是阮活命的源頭，是阮豐盛生命的供應。主啊！當阮佇艱難的時、軟弱的時、孤單無助的時，你的慈愛要充滿阮，互阮通重新得到快樂，也互阮的心靈得到安慰甲扶持。主啊！佇阮的艱難中，你知影阮的需要，求你為阮來開路。主啊！獨獨阮無要家己看做智慧，阮要敬畏你，離開歹事，因為這會互阮的身體勇健，潤得阮的筋骨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